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鋪租賃數據及矚目成交。4月份商鋪租賃宗數約322宗，按月下跌0.31%，按年下跌3.01%。4月份商鋪租賃成交金額約3046萬，按月下跌5.09%，按年下跌17.09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我哋再睇下4月份5大租賃市場矚目成交。第5位，灣仔莊士敦道152至158號，地下連1至3樓，面積約1098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0萬，尺租約27元，新租客係佳寶食品。第4位，銅鑼灣白沙道20號地下連1樓至2樓，面積約1821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38萬元，尺租約209元，新租客係零售業。第3位，尖沙咀重慶大廈地下4號鋪，面積約100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50萬，尺租約500元。第2位，旺角文華1樓C號鋪，面積約914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55萬，尺租約60元，新租客係飲食業。第1位，銅鑼灣英皇鐘錶珠寶中心地下12號鋪，面積約3367平方尺，成交月租約70萬，尺租約208元，新租客係萬寧。想知道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歡迎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商鋪部。